虔诚的听众，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六祖坛经，就是已经解说甲正文第66页，解说甲正文第66页。对头仔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8节。对头仔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8节。就是解说甲唱歌在世，亦无有益。即马就是要来说来解说下面，下面就是后说机曰：月月不修善，天天不作恶，节节断见闻，当当心无着。即摆呢，就是要来解说这个道理。这就是六祖慧能大师虽然在前面啊，已经讲了开示，恐惊伊这弟子啊，也袂当回来体会六祖慧能大师所甲因开示的意义。因此呢，就搁再啊。对因来说这个机，说机其中的头一句就是月月不修善。这个月的意思呢，有几多种的意义伫咧。用字典的解说，这个月呢，就是表示真正勤劳的意思。就是勤勉不息，也劳苦而用心。不过，这个月呢，要解说做昏昏沉沉的意思。那在这个所在，月不修善，又应该按怎来个解说呢？这个月不修善啊。月应该呢，就是爱用伊的勤勉不息来去甲解说。所以这个月不修善啊，就是讲虽然是勤勉不息，伫遐伫咧修行，伫遐伫咧用功，但心呢，却是静敢若亲像迄个深潭的水。静如止水啊，无起一点仔囝修善的念头。伫遮所讲这个不修善啊，就是在自己的心内呢，无以为讲伊是伫咧修善，这个就是修而无修。咱必须要了解六祖慧能大师教咱学去修行。重要啊！必须咧爱无上修行，无上修行甲德上修行，这是一种的对立的。那是德上修行，就是讲我现在是伫咧修行啦。也伊呢就认为讲啊，伊真正有修行，不管是念佛的也好，不管是参禅也好。自己呢，总以为讲自己啊，真正修行。那伫这个所在，月不修善，也可以讲就是一个伫遐真正认真，点点伫遐伫咧用功，点点伫遐伫咧修行，但自己呢，却未生起一念讲，我就是咧修行，未生起这个心。会生起讲我就是咧修行，这个心，甲未生起，这对咱学去修行的功夫讲起来呢，有真正大的影响，也有真正大的差别。一个人在修行中，假如伊时时刻刻想讲我就是伫咧修行，安尼第一啦。就将伊的修行的心啊，该分散去啊。
也等于讲头壳顶搁再安一粒头壳，也等于讲迄个蛇画好了，你搁再啊该添一支骹共款。其实这是多余的，你修行就修行就好啊。为什么你心肝底必须呢爱常常伫咧讲哇，我是伫修行呢？那你认为讲你是有伫修行，这就是一个执着，也就是一个分别妄心。你这个分别妄心的本身啊，已经啊就是不对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讲自己有认真伫咧修行，也自己啊想讲有伫认真修行，那呢真容易引起恐惧我慢心，就变成讲别人是无伫修行，我呢是有伫修行的人，因此啊就会看人袂起。假定讲咱本身有修行，就看人袂起，这也是真正大的错误。咱讲真正大的错误呢？你以为讲别人无伫咧修行，但别人是毋是实在无咧修行呢？别人伫咧修行，是毋是修到互你看？人认真伫咧念佛，认真伫咧参禅，无一定会当互你看到啊。所以你自己修行，就以为讲别人无修行，这款的想法，这呢就完全啊是错误。所以六祖慧能大师教伊弟子啊，必须呢月不修仙，就是讲自己家拢爱勤勉不息来用功修行。却是心静如止水，无生起一念我就是伫咧修行这款的念头。一边第二句停停不作恶，这个停停呢，就是兴起的意思。那这个兴起在这个所在，当然呢，就是欲起心的意思。六祖慧能大师叫咱心袂使咧有妄想，但也毋是叫咱讲迄个心啊，拢莫颠动。这个停停就是讲心仍然呢，伫咧起作用。不过心伫咧起作用呢，确实不作恶。为什么会不作恶呢？就是因为功夫已经成熟了。所以凡所起心动念，拢都是会当有护下佛法。内心所起的呢，拢总就是正念。咱伫咧学过修行的人，若是修甲你所想的心肝起心动念所想的，拢都是为着佛法。也拿来当然就是停停不作恶。这个停停不作恶啊，甲儒教所讲的随心所欲而不如己，意思呢会当相通。就是讲在修道的过程中，上起头是爱调伏内心，将这个妄心啊，该调伏，也使会当好安住真心。降伏妄心，安住真心，这也是在《金刚经》内底所甲咱启示的道理。你若是讲妄心会当好甲调伏甲功夫真正顺畅，在迄个时阵啊，你所生的这个心啊，绝对啊，拢是相对好的，也等于儒教。30而立，40而不惑。乃至到最后呢，随心所欲而不如己。就是讲随着自己的心而所爱。就是讲你莫去甲伊控制。随着你心所想的，
但是你心所爱、你心所想的，绝对未超过规矩的范围，也就是未去犯着罪恶。伫遮所讲的听听不作恶，也可以讲就是这个意思。虽然只感伫个起心动念，但是呢，所起的动念绝对毋是讲要来共贪物件或者是真费心对人，或者是以这个愚痴心呢懵懵懂懂，毋是安尼，拢总都是伫遐伫咧回光返照，伫遐伫咧照料自性。在修禅的过程中，咱现主时祖师伫咧教咱坐禅，近代祖师伫咧教咱坐禅就是念佛参禅。就是教咱念几句佛了，再来去找迄个会念佛的是啥物人。假如讲咱的功夫若是真正成熟迄个时阵，凡所起的念，都拢是要回光返照。当然，教咱找念佛是谁，这呢是一个功夫的原则。因为你的念佛，迄个念的本身，迄个念头，迄个念的体，应该就是咱众生所居住的佛性自性本体。但呢，咱平常时阵拢无伫咧个回光返照，拢只有向外面来去分别外面的境界。祖师大德爱咱念佛迄个时阵，回光去返照，讲到底是啥伫咧念佛？你这个功夫乃当好成熟迄个时阵嘛无一定讲念佛才去回光返照。只要你起一个心念，你就会使去回光返照。比如讲，你心想一项代志，你随时提起理智来讲，到底是啥物人伫咧想啥物人伫咧分别拢可以。也哪呢？就是遮所讲的听听不作恶。过去我会记捌讲一条公案，这个公案就是讲有一个出家师父，伊所修的呢是属于耳根圆通法门。这个耳根圆通法门就是对耳孔去用功夫。咱的耳孔平常拢是在听外面的音声，是人在讲话啦，人在唱歌啦，或者是车伫咧走啦，或者是狗伫咧吠啦，拢是向外面去听迄个音声，就去分别迄个音声。可能讲人伫咧讲话，咱注意甲听，迄是啥物人是咧讲啥物话也毋知伫咧讲我的歹话无，有咧骂我无，拢是在迄个所在去生起心的分别，生起是非。但是用耳根圆通法门呢，就是将你要向外面去听的来甲回头倒转来，来去找迄个会听的到底是啥物人，就毋是找迄个所听的声音。凡是有一个声音来了，耳孔有听到了，无进一步向外面去分别。乃是向内底去回光返照，讲到底是啥物人伫咧听呢？这就是耳根反文文字性的法门。就是讲翻倒转来去找迄个会听迄个物件，会听迄个呢，叫做讲做本性。迄位出家师父呢，就是用这个功夫，所以凡是听到外面的音声，伊无去甲伊分别外面的音声，乃是回头倒转来去找迄个会听到底是啥物人。有一天，伊甲人要去过堂食饭，从禅堂的所在到斋堂，大家念佛去咯，伊也甲人念佛。去到迄个所在坐落，也拍迄个火点，就是要接念供养咒。了呢，就是要来食饭啦。
伊即马听到人咧拍迄个火点的声，因为迄声较大声嘛，反应较大。伊袂记说讲一句讲，到底是虾米人啊？到底虾米人？意思就是讲，到底虾米人伫咧听啦？伊并毋是讲到底虾米人伫咧拍迄个火点，意思讲到底虾米人伫咧听。迄个时阵呢，警察师来啊，喙边就甲扇落去。因为在山洞的所在，无论虾米人嘛袂使咧讲话，会使咧讲话啊，只有方丈和尚甲警察师尔。伊也毋是方丈，也毋是警察，忽然间讲一句讲，到底是虾米人？警察师当然甲伊无客气啊，就甲伊扒落去啊。扒落了讲，我知影。啊，人讲知呢？伊无甲伊扒落，也毋知影讲到底是虾米人伫咧听。一个甲扒一个啊，所知影讲会听音声，迄个到底是虾米人？那迄个当然呢，就是啊，咱众生本具佛性，因为这个佛性起这个功能作用，才会去听。所以这位梵文文殊性功夫的出家师父呢，就是啊，在这起心动念中，拢是回光返照，拢是去照了自性。即马伫遮所讲的听听不作恶，就是讲心生起，确实呢，拢完全都是正念，所以就袂去作恶。毋是像咱普通人讲，起一个动念就是贪心，起一个动念就是嗔恚心，起一个动念就是愚痴心，毋是这款的。安尼才是听听不作恶。再过来就是寂寂断见闻，这个寂寂啊，就是安静的意思，就是讲断见闻啊，在这个安静之中啊，意思就是讲心呢寂然不动，这个心寂然不动，迄个所在，就对外面所看所听的一切这景啊，拢做一马甲伊断掉。这意思啊，就是讲只要你的心会当好来寂然不动，外面的环境来做外面的环境来，你袂去受到刺激，外面的环境啊变成甲你无关系。外面的环境会甲咱发生关系，拢就是因为咱自己的心呢，要去甲伊去分别，心有震动啦，有这个动念，要去甲伊去分别，所以啊，才变成啊有这个问题。下面第四句就是动动心无着啊，这个动就是真正宽、真正远、真正大意思。所以伫遮所讲这个动动心无着，也就是讲心呢平平塌塌，心呢无所住，安尼叫做讲做动动。这个动动呢，也就是啊咱心的这个开朗。既然心开朗啦，心呢就是啊无所着。马祖道一禅师就安尼讲啦，讲自性啊本来是具足，只要呢在这个善恶事上无去甲伊执着，安尼啊就会使咧讲就是修行的人。假如讲你处善下恶，就是讲你要来处掉迄个善的，要将这个恶界下掉，也要来观空来入定，这呢拢是属于造作。假如讲你进一步要向外来去追求佛法啦，安尼呢就离开自己的家乡，
愈转就愈远啊，意思就是讲离开咱的本性啊，愈来愈远。也一念的梦想啊，就是三界生死的根本。只要呢无有这个妄念，这啊就是消除生死的根本，就会当后来得到法王无上的珍宝。在《传心法要》智光禅师就安尼讲啦，讲要未拄到出世名师迄个时阵，真正冤枉啊，来去啉到迄个大乘的法药。讲现主时呢，我只有在一切时中行诸作恶呢，只有学这个无心，也无分别，所以呢就将日阴温停停啊，参像迄个愚痴的人同款。世间人拢毋捌你呢也无需要教世间人讲捌，或者是毋捌。在这个时阵心呢就敢若参像这个软石头，软石头就是讲敢若像迄个插头共石头共款啦。那么一切法呢，透泥心不入。所讲的意思就是讲，心呢拢无分别。学这个无心无心这就是无分别心，无妄念心。会当好越然无着安尼呢，则甲佛法会当好来相应。假如若是会当好来透过三界这个经验，这呢就名叫做讲做佛出世。这意思就是在说明讲，因为心地开朗，心呢拢无所执着。凡是这个心地若是较开朗的人心就较无执着。咱一个人心地若是较刻的人就过来嘛有问题，过去嘛有问题啦，一切呢拢在这个执着中。即嘛这四句句，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头一句，就是讲郁郁不受限啦。虽然是讲每一个认真用功修行，却无以为讲我就是伫咧修行。天天不作恶，就是讲虽然是心所生起，但所起的呢，拢都是正念，拢都是伫咧修行佛法，所以呢就袂作恶。也在这个责任之中，就将见闻受伤各知，咱的六根向外去攀缘这项代志，甲伊断掉。就是但令无心于万物，何况万物相为教。只要你心袂去分别外面的世界，那外面的世界周围在你的身躯边，又有什么款的妨害呢？当然就无什么款的妨害。只要你的心若是当真正开阔，敢若像虚空共款，真正坦然，安尼呢，心自自然然都无执着。修行应该呢，就是爱安尼来去修。这四句该归纳起来就是虽然真认真用功修行，却是一种的无着的修行。无着的修行做甲功夫纯熟的境界就会当好来吟韵来用功随着咱的心意所想的呢，拢都是伫咧用功修行。这呢就等于讲一只牛，咱初初呢，互咱吹着啦，却是呢无要甲咱转来去，也无要听咱的话。你只牛呢，慢慢该饲甲久来，就乖啦，听你的话啦。到这只牛会听你的话，迄个时阵，你毋免用锁甲牵。你爬去你牛的脚趾片顶甲坐咧，早时要出去食草，你甲放伊出去，你甲坐在伊的脚趾片顶，
伊也互你戒掉咧，都要食草啊。即马草啊食饱啦，要转来去，伊甲你资源都会晓转去，也免你甲带转。迄呢是伫譬如咱修学佛法的人，修行甲功夫若是成熟迄个时阵，自自然然呐，就会当修行，自自然然呢，就会当去用功，毋免搁再来起心作意，会当去自自然然修行用功，安尼才是一种的修行的功夫。当然这呢，必须要经过一段相当久的时间才发度。咱不但是讲用功，就是讲咱做世间的技艺嘛是共款啦。比如讲你骑脚踏车，初初未晓骑的时阵，哇，手安尼变甲按，也你的目睭呢看头前，金甲看。行车去骑毋着，行去人整着去人弄着。是讲你伫咧开车嘛是共款啦。初初伫咧开车迄个时阵，你一定是真紧张啦。你的骹手呢一定真注意。但是呢，到你开车开了已经真久啊，功夫已经成熟啦。迄当时阵呢，无论你安怎样开，绝对袂去行毋着路，也袂去甲人发生什么款的问题出来。这呢完全的都是属于功夫的问题。或者是讲一个总破师傅，初初学师的时阵，要来煮一道菜，哇，伊就安尼用心啦，用头脑。也甲人讲，伊即马做了惯势啦，已经老师傅啦。菜凊彩切切咧，也配了凊彩放落，凊彩辣辣咧，安尼出来呢，就变成一碗真好食的料理。咱一啲学科修行也是共款。必须修甲咱无起分别心，在无起分别心中呢，也个会当来修行，也打开咱的心胸，使咱的心胸空大像虚空安尼，心呢就无所着。在无所着的所在就无看界，无看界的所在就会当得到放下，当得到解脱。咱学科修行的目的呢，应该也就是在这个所在。最恳请听众，咱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到，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的这段经，即嘛就讲到这个所在。感谢最收听，祝诸位法喜充满。